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鍾慕蘭。今日咧，好想同大家講一個嘅話題，就係點樣咧可以令到我哋小朋友喺一個嘅遊戲活動裏邊咧，同我哋嘅同伴保持一種嘅共同嘅注意。咁好多家長都話咧，我小朋友咧好唔專心㗎喎。咁喺活動裏邊咧，人哋做緊啲乜嘢咧，佢就擔天望地，亦都唔關注。輪到佢出嚟做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就做唔到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咧就要教家長點樣去幫小朋友。喺人哋進行嘅時候咧，佢要進行一種嘅叫做自我指導嘅技巧。呢一個咧係一位小朋友敲唔同顏色嘅彩虹鈴，另一個小朋友咧要小心觀察，然後之後就拿翻相同顏色嘅物件出嚟嘅。所以過程上邊咧，同學敲嘅時候咧，佢要比較專注啦。咁而當自己攞嘅時候咧，要攞翻相同嘅顏色，而唔係任意去攞嘅。呢一個咧係需要老師喺之前同我哋玩嘅時候特別搭建嘅一種嘅技巧，就係當同學去敲一個鈴嘅時候咧，佢要跟住人哋敲個鈴去講出嗰個顏色，目的咧就係要維持一個嘅共同注意。當人哋進行嘅時候咧，佢自己要個思想上邊要跟住人哋嘅思路一致。橙子黃開始。因為人嘅短期記憶咧係好短暫嘅，好容易咧喺操作上邊咧就會受到干擾而搞亂咗先前嘅記憶啦。咁所以咧我就會叫小朋友有個習慣，喺睇完之後咧，佢要重新再講多一次，通過一個嘅溫習嘅方法，令到呢一個嘅自我指導嘅方式加深一重嘅記憶。咁當佢再攞嘅時候咧，就冇咁容易受到干擾噶啦。通過呢個自我指導嘅方式咧，呢個小朋友最終就可以維持佢專注咧，完成到佢嘅任務啦。咁而呢種自我指導嘅方式咧，其實喺生活好多層面都可以應用得到嘅。例如喺個遊戲嘅過程裏邊咧，好多嘅 NT 嘅小朋友咧，佢哋坐喺座位裏邊已經好留心緊前邊老師點樣去進行噶啦。而當老師不斷進行嘅時候，佢就不斷用呢個指導嘅方法去提醒自己，令自己記住成個過程。當佢出嚟進行嘅時候呢，佢就可以通過呢個自我指導嘅方式，一步一步指引自己，將頭先睇到嘅、記到嘅嘢重新再做出嚟。好啦，家長如果覺得我哋呢種嘅遊戲教學嘅指導係對有幫助嘅話呢，咁請你喺我哋嘅呢個嘅貼上邊去留言，寫低咧你想進行學習啲乜嘢嘅遊戲啦。咁咧，我哋會喺一個遊戲教學裏邊繼續跟進，同埋咧繼續同你分享嘅。咁如果你喺中間去留名咧，將來我哋出咗遊戲教學嘅時候咧，就會特別俾一個嘅折扣俾你。多謝。